台北市阁有一个疑似向美丰店的食物中毒案件，目前通报个案有59个人，卫生局正在调查当中。另外有通报的民众接到业者的电话，讲会甲因包红包甲礼券，小机会是批评真无诚意。因那服务局的部分是要求业者要退钱甲赔偿医疗费用，业者承诺讲8日会回应。 向美丰店好亲像食物中毒案件，佫新增加一个通报个案。伫1月7日中昼时段用餐，初日透早破病了后，找袂起诊所就医。台北市卫生局统计，通报人数伫1月7日用餐的有44人，1月7日有15人，统计已经有59个人。针对想微丰店疑似食品中毒案件，调查结果确定后，卫生局会对外进行说明。消费者除可透过调解机制维护自身权益，亦可于过程中随时针对业者提起消费诉讼。卫生局讲案件搁咧调查，不过民众若是有消费争议，会当申请消费争议申诉甲调解。目前已经收到5件申诉，邀民众伫社群网站分享已经有收到业者敲电话，讲会包800块红包加1000块集团礼券。对这个代志，消基会认为业者诚意无够。 使用了以后呢，已经发生这样子一个事件，已经是非常恐惧了，还强迫受教育者还要拿这个消费券再去做一次消费吗？不是用全部的金额来做一个赔偿，这个也是非常不恰当的。消保官要求公司要先行退还餐费以及给付医疗费用。 公司会在研议后下周1回复本市府。台北市法务局要求业者好好处理，业者承诺对停业期间已经订位的人客，若无想要改期，也是改分店用餐，取消订位会加赔退现定金。业者嘛向法务局说明，对部分用餐的消费者已经提供慰问方案，赔偿方案爱等卫生单位的调查。公司原来会向保险公司确认相关保险理赔的天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